我得奖了，金安奖。真的？哎，老顾，你快过来，儿子得奖了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！得什么奖？金案奖。真的吗？得这么大一奖，怎么脸上一点笑容都看不出来呀？骗我呢吧？瞎说什么呢？儿子什么时候拿这么大的事儿开过玩笑啊？那他就是不愿意看到我，那是你们要不？爸，过来，儿子叫你呢。爸，我很开心，所以才跟你们说的。我只是面对镜头笑不出来而已。那就不要笑。我记得小时候你上台领奖的时候，我也从来没看到你笑过。你说什么呢？这能比吗？这是国际大奖。是不是你老糊涂了吧你？小川呀，这个成绩和荣誉差不多就行了，人的神经一直绷在那儿，人是要出问题的，啊！而且你说你这么年轻就得了这么多的奖，而且事业也做得风生水起的，该知足了。我很知足。爸妈，你们对我非常不满意吧？哪有的事儿啊！爸爸妈妈呀，有你这样的儿子骄傲着呢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没有听你们的话。我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孩子，更没有跟你们生活在一起。儿子啊，这种东西呢，实际上没有一套什么固定的标准，但是中国的父母对自己是有一套标准的，那就是等孩子长大了以后，尽量的不给自己的儿女添麻烦。小川，你记住，只要你好好的，你的妈妈和你的爸爸都会为你开心和骄傲的，我们都会心满意足的。谢谢爸。我的眼睛有点花了。小川，你怎么啦？没事儿，妈，就是想你们了。爸爸妈妈也想你，适当的时候给自己放假，休息休息啊。我会给自己放个长假的。你们也注意休息，保重身体。你也早点睡啊。